嘛是一步一脚印，继续来看到台湾少年野球国家代表队29号在日本东京团好成绩回来，在第37回少年软式野球世界大会以2分比1分摕到冠军。其中王牌投手王义祥，伊摕到上届有价值球员的奖。球队成员大部分拢是新德冠。这个关西国小的学生囡仔，校长知这个消息了，嘛足欢喜，笑甲嘴啊利塞塞，感觉真光彩。 中华野高飞球一支新顶级的再见安打，予送队员冲击本垒，野球小棒的小将欢喜甲大声喝休，双手握拳，真欢喜咧唱着。都因为这单跌一目呢啊，拍破强敌大阪队的美梦，以2比1替咱台湾摕到冠军。不负所望，打出一个再见安打哦。深深阿佑甲惊一个咧，敬队长嘛敬斗相挺的队员，看咱的小将欢喜甲目屎滴落来。 嘛提出国旗，替咱台湾出一口气，安尼，互台湾伫日本的东京真请赢。第37回少年软式的野球世界大会，伫29迄天进入冠军的争霸赛。台湾队成功1局的顶半，因领先抢到1分，不过台湾队试落去追，伫1局的下半，随甲撬倒转来，了后双方又进入这个紧张的小决赛。尾啊，伫6局的下半。 台湾队利用一人保送上垒的机会来抢攻二垒，搁伫2人出局的苦境下平，攻出上关键的美角安打，气走台湾队。咱台湾王牌投手王义祥嘛来摕到 MVP。 这次的比赛，每个球员都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很出色。王义祥在这次比赛当中，关键投了2场胜投。 那李友仁这一次担任中继投手，也表现得很称职。因为这个国家代表队的成员是以新竹关西国小小帮队做主体，校长接到捷报，第一时间就拍影片来祝贺。这边嘛是台湾队从2016年以后再度来摕冠军，来享受到胜利的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